咁我未戴發片之前啦，就係、戴帽啦，同埋光頭為主啦，係啦，咁就出街都幾唔方便嘅，有時夏天啦，咁都比較熱啦，去到可能認識異性嗰陣時都覺得會奇怪，你點解成日都戴帽啊咁樣，咁都要解釋一輪啦，咁樣，咁都會好影響即係個觀感對一個異性對你嘅觀感咁樣。咁戴咗發片之後，就個人嗰個自信心高咗啦，即係個社交圈子會闊咗啦，係啦，工作各方面啦，咁之前就戴帽啦，咁可能好多嘅外交嘅即係工作啊，都會未必揾你啊，因為你係俾人即係直覺俾人標籤咗咁樣。咁而家戴咗發片之後，就個外形唔同咗啦，咁好多可能特別司儀啊嗰啲咧都會去嘗試揾我去做啊咁樣樣。戴咗發片之後，個人有自信心咗啦，咁其實異性對你嗰個觀感都會唔同，都會望多你一兩眼咁樣。咁都幾大轉變。係啊，我因為之前都去過唔同嘅發片嘅公司啦，咁佢哋冇阿 Chris 呢間嘅發片公司做得咁自然啦，咁係啦。咁另外就同埋佢係本身一個髮型師啦，咁其實佢相比起其他發片公司嘅話，佢本身係可以將個假嘅即係個髮片啦，都收輯得好好啦，咁令到即係戴嗰個人個自然度又會增加啦，咁樣樣係啦，咁同埋佢嗰個髮片嗰個質量都係比外邊嘅市場會好啲啦。